新北土城顶个月底有一个10岁查甫囡仔挂智能手表行伫路里，手表煞家己烧起来，害这个查甫囡仔正手烧烫伤，皮肤烂起，可能得爱动手术补皮。那电子产品的专家认为，可能是手表的电池过样才会烧起来。伫休热期间，有真侪青少年伫咧市府展运站，看到真侪人手内拢有挂智能手表，伫即马所传出爆炸意外，正手烧烫伤。第二发生伫咧新北市土城区顶个月3站，有一个10岁查甫囡仔要去补习班，行到半路，挂伫咧手的表突然间家己烧起来。医生评估了讲，恐惊爱食赔。不会怕这个，感觉不会发生在我身上。爸妈跟同学都在用，所以我就跟着买了。看到朋友有在用，然后还蛮推荐的，我就想说也一起试用看看，方便测量自己的运动数据。因关键字搜寻，智能手表型正多，贵的上万块，俗的几千块就当买到。就惊讲产品有好有歹，万一出意外会造成烧烫伤。新北市消防局提醒讲，若发生意外，有几步家己先救，会当降低伤害。一定要进行冲脱、泡、盖、送，降低皮肤的热度，减少肿胀。万一身上不小心着火时，切记停、躺、滚。便宜有更便宜，贵有更贵的，那也没有说你真的是买几万块的手表它就不会有问题。买有大厂牌为主，那合法销售产品，那第一个是品质相对比较有保障，然后你真的出事的时候，你要找人求偿也比较有这样子有人可以找啦。智能手表会家己烧起来，专家认为问题可能是出伫咧电池，所以伫咧使用时阵爱尽量避免温度伤悬，还有湿的环境，充电也唔通充伤久，更伤久无经验无好。爱特别注意，唔通发生危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看指控指数。